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其实也赞美台湾的疫情越来越好发的哈，但是疫情的事情其实还是一个严条的事情，可是台湾人还是要注意我们的防疫咯。睇下疫情的过程底部，我哋要重新去看工作都在对我哋人生来讲係一啲乜嘅事情。其實對多人來講嘅話，其實工作係呢度嘅生活。所以其實唔好也工作，但係你見面要小家裏邊，唔單止過好也生活，你咪過好也工作，你咪把也乜工作嘅熱情帶下生活裏邊。我就馬上翻嚟講，我哋見面嘅一啲快樂嘅國文先生，仲有向先生來到現場，向先生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竹田嘅莊友香。友香先生，啊，第一係啲國文嘅先生啦，嗬。像你即個上國文教幾多年啊？我係學教，一共教咗25年，但係我大學畢業以後，我差唔多有7、8年嘅時間，我睇嘅教外國人講中文，並且有一段細少嘅時間，我睇一個生理之家做一個語言治療師嘅處理。其實咧，睇翻來學除咗中間25年嘅國文嘅先生嘅一啲資歷以外，其實前後開一啲資歷嘛幾神奇呢嗬。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先紹介一下講講，頭先一開始講，睇大學畢業以後有去教外國人講中文嘛嗬。好。嘿，你有冇呢種經驗會教到外國人學中文咯？哦，嘅係大學3年生嘅暑假，我嘅初教冇係講有興趣教外國人講中文嘛。因為嗰時節有一個語言中心，一定愛有需要先生，所以嗰時節一定去學教嘅，去我哋嘅中文內行，問講乜人個適合啊？初教路感覺我嘅發音個標準，所以一定就冇愛有願意嘛。當時我有一些驚，因為我想到教外國人講中文，我嘅英文其實我冇幾多時間好好講英文。當然我哋睇學校嘅考試為英文，但係真是面對外國人係冇咁樣嘅。但係我感覺我超過勇敢，我就答應啦。嗰時節係大學3年生嘅暑假，過以後就大學畢業以後。其實我從細嘅希望係愛做一個真實嘅國文先生，但係我唔係師大畢業嘅，所以我嗰時節我也唔知我愛讓我能可以入去學校嘅，所以我想可能也就係做先生，所以我就大學畢業以後，我就一直教外國人講中文。因為喺個教外國人講中文嘅過程中，嗰度外國人一定幾喜歡我教，所以也唔係幾大嘅成就感。但係安泰嘅成就感過咗一段時間以後，我就感覺一份工作對我嚟講冇乜嘅挑戰。當我感覺一份工作冇乜嘅挑戰嘅時節，我係基督徒，我就祈禱上帝俾我一個新嘅工作。係對我有挑戰嘅，嗰時節我就我分兩個階段來講，我教中文，第一個階段係教華語。後來喺1985年嘅時節，一個基督教嘅浸信會，一定嘅宣教士一定需要講客話，需要學客話，所以我就教一定客話，我也變教材嘅。所以前後後一個語言嘅教學差唔多有7、8年，我感覺7、8年已經拉敗係，所以我就向上帝祈禱，幫我有一個新嘅挑戰。嗰時節屏東嘅勝利之家係勝利路嚇，一定嘅機構係一個專門使用腦性麻痹嘅學生嘅。一定嘅啲學生一定需要語言治療，所謂語言治療就係
伊定因为脑性麻痹，伊定受到的文化嘅冲击係個少嘅，所以伊定嘅語言嘅表達能力，無論係了解或者表達都過唔足，所以過唔足嘅時節，都有需要所謂嘅語言治療。嘅時節對挪威有一個專業嘅語言治療師，伊對挪威來到台灣，但係伊一句中文都唔曉得講。所以，我唔知生理之家讓我得到我嘅消息，伊定可能有聽過我係一個教過外國人中文過久嘅人，應該可以同外國人溝通。嘅時節都好，我也想要揾工作，所以我就去我就去生理之家做語言治療師嘅處理。但係，也其實係一個另外一個領域嘅事情，也係特殊教育，我唔係學特殊教育嘅，所以我感覺一個工作唔係我真實想要做嘅，所以我就喺個過程當中，我就回想到我對最細青細時節開始有嘅希望同夢想，就係做一個真實嘅國文先生，所以嗰時節。我也冇乜嘅資訊，唔知按樣嘅去到學校嘅教書，但係就有一個靈感，我就寫一個履歷表，我寫一個履歷表去到聘用上工，嘅係個私立嘅上工，我同人講我喺中文呢邊呀，我要想要教中文，教國文，所以嗰時節冇書記嘅，我記嘅履歷表以後。我睇我哋屋企嘅天花神後，等天花等了2年，後來我接到聘用上工幫我天花，一陣就請我去推嚟面談，面談以後，一陣就打電話幫我，一陣講一陣佢歡喜，一陣佢希望我去學校教書，所以佢係我進入學校嘅第一站。可是我同到我哋談到更加都發現講，其實也喺過程地方從一開始畢業以前，你教外國人講法語嘛，後來有啲機會，我哋喺進修費裏邊教我哋呢，唔係外國人，但是講嘅係客家，後來有啲機會要去我哋呢生理之家，去睇遇到我哋腦性麻痹嘅幾多聲音呢，教佢哋用語言治療嘅方法，但是其實也每一段嘅立場裏邊。雖然講伊面對的對象無多同樣，但是其實伊還是老對伊哋講，法語，學吧語言嘅部分嚟學。從一開始，你即刻睇教外國人講法語嘅時候，係用英文教咩？教外國人講法語，一直都是要用英文做溝通，所以看用啊到乜個程度，一定係。就係看需要，係。咁從伊哋用英文教，而家伊哋愛學波波摸摸，因為波波摸摸係我哋，所以我哋中華民國算是最貼切嘅伊哋學法語嘅伊啲方法。咁伊哋愛用我哋講波波摸摸開始學冇？我睇語言中心教法語嘅時節，我哋有2個內容，一個內容係日本人，日本人用波波摸摸，因為伊哋可能是漢字，但係歐美嘅內容一定用羅馬字，所以我2個內容來教。對，講對我哋呢使用嘅老人來講嘅話，伊唔是在學一啲符號嘅啦，伊哋唔是在學一啲東西，就直接用伊啲羅馬拼音去學嘅。但是對日本人來講嘅話，其實係可能是漢字嘅，多數可能是漢字，嗰時伊哋如何學波波摸摸嘅部分。嗰時哋2個內容強化喺下，但是喺人哋進行去學講我哋呢，外國人講客話時節。佢幾時就用哪內容啊？用羅馬拼音。用羅馬拼音。嘅客話一定要用羅馬拼音，法語用波波摸摸冇問題，但係客話一定要用羅馬拼音，比方講，藝亞嘅內容係藝，係 NGAI， 藝。但是幾時就冇我哋而家，像我哋而家用我哋嘅客家語言，比如公布一啲好，他講嘢同樣嘅一啲客話嘅一種拼音方法嘛，但是幾時就冇時間。你這個自創嘅話，還是講幾時就進行啲，而家都有啲客話內容咯。唔係，我一本書算係第一本書嚇，頭都有提到嘅新竹有幾多客人。其實
學學化嘅第一本書，外國人學學化嘅第一本書係天主教出版咧，我就用一定嘅內容下來抄，所以唔係我自己創嘅，係天主教一定嘅第一本課本嘅內容。係呢個電視講，其實早期有幾多位我哋講傳教士啦，後來到我哋台灣嘅時節，其實譬如講我像以前我讀嘅高中係一個天主教嘅高中，嗰種我哋常常我有時我去新竹嘅山鄉嘅一個苦修會，苦修院嗰邊咧甚至人啊，全部同我講客家。然後我發現，佢講來聽人講過嘢時，發現伊都唔曉講，因為講伊哋來台灣嘅時節，伊都那學客家。後來佢提講，原來我哋宣教士啦，無論傳教士來台灣嘅時節，有時節伊哋啷我講客家。我後來伊都同我講，其實有一啲內容係專門教一啲講客家嘅內容。我說其實人都用天主教嘅一啲學客家嘅一啲拼音方法來教伊哋。咁將伊哋來台灣同學客家化。而喺香港嘅內容嚟講，一般係聽人打招呼同時一講聖經呢部嘅內容。哦，一旦學客家都同人學英文同樣，我哋冇辦法一下學幾次嘅英文，所以我哋學英文嘅時節，我哋學幾簡單嘅，所以一旦學華語嘅時節，學客家嘅時節，一定要學幾簡單嘅，我識翻，我來了，我學起來。咁幾時節唔能睇那上課咯？我教客家嘅時節係因為浸信會一定嘅本部中心喺台北，宣教士喺屏東，所以有時節一定來我屋企上課，有時節我去一定屋企上課。對，你講幾時節你已經你創啊人家以前的一個情形，你講我們在家工作了呢哈。哦，錯，我感覺我有嗰度經驗係，我做要出遊嘅，錯，因為像比方我一開始嘅時節教華語，我哋就周休2日，係一直到我哋台灣幾萬人周休2日，係我做以前我就喺屋企工作，錯。嗰個聽到即個心情，我哋有向先生，其實嗰個最高軌道嘅目標咧工作，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嗰精彩故事咯。翻過來福起來嘅，上那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嘅姚向先生同你分享講，以前因為教外國人講客家嘅，我想請問一下姚向先生嗬，像我點後來作為佢叫嘅一個國文先生，當初做乜我想我去讀中文嘅non太好嘅時節啦？我感覺我去讀中文咧係幾自然嘅事情，因為我玩幾細時節，我爸爸就教我波潑摩佛，而教我波潑摩佛，教我拼音以後，嗰時節還冇讀小學，我就開始看嗰度故事書，所以我一直睇嘅看書地步狀態嘅，所以讀中文咧係幾自然嘅一件事情，也係我唯一嘅思念。嗰時等於講萬世時節都歸從接觸到我哋中國文化嘅一啲我能夠熏陶啦，好一啲嘅。咁做乜嘅？但是問題係讀中文咧，可以行另外一條路啊，譬如講繼續做中文嘅研究啊。咁做乜我唔會想到講，其實蠻鬼想做一個國文先生咯。我感覺對細到大，我嘅興趣或者講我國強嘅地方係語言文字嘅表達，所以我一直有一個盼望，就係去學校做一個國文先生。但是後來點講？呢邊個人從來我講，其實有啲人講教書啊，盡量教國社會，因為國社會國社會奇怪，其實把老師當成是神，有沒有？你講老師講冇得聽到乜嘅東西。幾少人講一開始都靠高中，因為高中嘅生意有時幾蠻皮幾慘，然後根本尤其係根本唔想去通過嘅。講國文也嘅課程啊，佢其實後來平庸高中去應聘唔知個以後，當初去平庸高中開始去做也嘅替代國文先生，這個一生意最想要做嘅事情嘅時候，就背幾多高中就學到冇？
其实我個幸運嗬，我冇讀到會學到我嘅先生，學生嘅，我讀到幾多幾好嘅學生嘅，幾定認識嘅學生嘅，一方面我幾種冇乜嘅感覺，我強愛去教學生嘅，教高中生，我點都感覺教高中生係幾快樂嘅，因為一定嘅年紀已經拉擺大嘅。大家都唔係幾大，但係唔可以同人分享，讀一篇文章所想到嘅係教小學、教國中可能我冇辦法分享安全。我當初會感覺我唔想教中文，教外國人中文就係因為教中文就係講法，但係唔去教國文就冇同樣，帶學生去看呢篇文章。帶一點看底背嘅意思嘅世界，我感覺佢係個享受嘅一件事情。因為像我哋以前從我讀書嘅過程地方，你都發現那個從國文嘅話吼，像有啲因為我哋早期嘅教材地方其實幾多文言文，有啲文言文其實可以依賴我哋嘅先生去解說，而先生嘅解說都好冇。神奇唔神奇吼？其實真正會影響到生意呢，去接觸到國文的一個信息。可是嗰時間唔能讓我去克服講一部分本身人的感覺到講，國文係一個幾神奇、幾發條嘅一個事情。好，要分做兩個階段哈。睇我睇平庸高中嘅時間，嘅時間我嘅經驗係幾多。所以我本初生嘅對也可有興趣，我就會去尋幾多一個作者嘅故事，來講俾伊人聽。當伊人對作者有興趣嘅時節，伊人會對文章有興趣。但係後來我漸有經驗以後，我感覺我對伊人有興趣，係我應該對伊人嘅生活方來做連結。差唔多，就像我哋教諸葛亮嘅《出師表》，因為嗰篇文章係諸葛亮以愛北伐以前以寫本嘅劉阿斗嘅，所以我上課以前我就本學生嘅一種細細紙條嘅，我就講唔嘅爸爸媽媽一出門嘅時節，一定最上屯講乜嘅，就喊伊人寫下來。因為出師表就係諸葛亮愛去北伐以前，以寫本劉阿斗嘅詩呢，所以我就用一個細細發通，不一定每個人寫幾句，一定嘅爸爸媽媽一出門嘅時節，對人講乜嘅。當我書轉一條細紙條嘅時節，就讀出來嘅時節，就會幾奇妙。有條爸爸媽媽講出門要小心。然後一定會下講小心警察這樣子，就是無厘頭哈，反而是無厘頭的話，但係也係不人地講出師表就會安呢，就會太人了出門以前下本生人嘅嘅發安呢，不但係課前上課當中，我也會帶發通。比方一篇文章係講到一個作者一個想法嘅改變，所以我就會馬上又再發紙條俾學生嘅，我就會每人講，能感覺最希望改變嘅事情係乜嘅？我感覺我哋上一個課文，但係上到一個階段嘅時節，將學生嘅放到課文底背，即係將課文帶到一定嘅生活當中，安尼時節，一定就會感覺，一定所讀嘅文字係對一定有關係嘅。其實頭先我都發現講，做乜我其實咧國文是當免咯。多謝。因為像我以前咧我國文嘛幾好啦，我現在國文是當嘛幾好，但是我冇想到講，就是其實我哋係花幾多時間去背。可是跟住對一種想法去想嘅時節，佢文言文嘅東西都變成講到唔可以講離岸嘅距離安一樣嘅。錯，頭都係課前活動哈，但係
比方送诸葛亮嘅出师表送去以后，我哋就会发现诸葛亮其实有一个重点，出师表有一个重点，就是亲贤臣，远小人，对，亲近好嘅人，爱严厉嘅坏人，哈，所以我会本学生係想一件事情，係唔愛開一啲公司，唔愛請萬人來合作，我哋辦好嘅人，哈，所以我哋一定就會想，一定愛向下做事，愛強用嘅人，嘅時節，一定就會寫同學嘅名嘅。當一定每個人寫好同學嘅名嘅時節，我哋就可以來一個統計。所以可能我哋嘅班就係劉浩明係最多人愛請佢向下來工作嘅人，所以安尼時節也會幫我哋想到，做乜嘅按到人會想愛下面向下工作，而家嘅人有乜嘅特質，所以我愛講嘅就係國文唔係破嘅科目，國文我會同我學生嘅過程式講。國文係考試嘅科目，國文也係選法嘅科目。當我哋設計欣賞啲一科可以帶俾人用嘅方向嘅時節，我哋教嘅人就會向對一個方向。學生也會看出讀一篇文章唔係為到考試，也會有方向。好，嗰個國文唔係一個考，唔單止係一個考試嘅一個科目，考試嘛係一個選法嘅一個科目。一點我都想問先生也係唔當初讀中文嘅一個心得哈。係咩講？唔知個係咪每啲看文章如係看人哋古文嘛，係用人哋國土去看嚟講，都係古文，都係先一篇做課文到地步，以即個想要表達嘅係乜東西？錯，一條文章係每啲階段。唔同嘅時節都有唔同樣嘅想法。當有唔同樣嘅想法嘅時節，就會有唔同樣嘅搞法。所以像《桃花源記》，我最早嘅時節，就講也係一個理想國，但係其實《桃花源記》最早嘅時節，咁同我嘅係嗰個太守，而上新嘅雕嘅大嘅人講，有一個桃花源，所以我就佢咁同嘅就係一個人可以有信心講有一個世界上還有一個桃花源，所以嗰時節我分享嘅就幾簡單，就係我哋要有信心，我哋要對一個世界有盼望、有信心，就像一個太守，而相信一個世界上有桃花源。嗰時節我所得到嘅心得就係安尼，但係悄悄嘅我感覺我唔單止係讀到一點，桃花源有幾多角色，比方講嘅當嘅人，比方嘅桃花源地位嘅人，比方嘅太守，比方嘅提定向下在一批前桃花源嘅人，也按照角色地位看到一條角色一定所本看到嘅係乜嘅，比方一個當嘅人冇小心而入到桃花源。但係雖然桃花源過長，但係伊還係出來。你有想伊做乜要出來嗎？伊想個還是幾多嘢顯示咧神法地位啊？我就會問學生誒，做乜要歸來？學生我就會回答講，因為伊個烏卡人唔係喺嗰條地位，佢個安樣嘅好，佢都冇烏卡人，所以伊要歸到伊七個人來嘅神法，所以也就係我要帶學生去看到一個人做選擇嘅時節，乜嘅係真實嘅價值。所以頭到後面問到嘅就係我樣嘅帶學生去看到一個神法嘅意義。像比方我哋繼續講桃花源記，桃花源地位嘅人過熱情，所以我哋更加嘅神法中，我哋係要對人有安尼熱情嘛，也係我哋學習嘅。可是冇想到按樣條嘅伊啲中文地位，其實地位有按神奇嘅東西哦。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嗰陣睇故事哦。
欢迎过来福起来，上咱节目，我哋来自屏东嘅尤向先生，同人讲国文怎样去搞生意的，咱有兴趣哦。我想问一下尤向先生吼，你係咪睇平庸一直搞到唔退休啊？我睇平庸8年班，佢也係真實嘅事情，就係我睇平庸嘅最後2年嘅時間。我教到一般的學生嘅學生嘅色彩改等於下，等於下到我改講一點畢業，所以我就唔會本一點離開我就要先離開一點，錯，所以也因為也個班改等於下，一定也係平庸上工講嘅所謂嘅次強班，所以我要做榜樣不一定看。所以我就去考試，我就去考到國立嘅學校，我就對私立都國立，所以我係8年班睇平庸高中，嘅時間到平庸上工，16年班睇潮州高中。嗰種睇後來對啲平庸，因為你真係唔盼得佢哋生意嘅變先變樣，嗰時你這個現在的先變樣，後來嘛。做一啲榜樣俾人講，其實先生好好讀書嘛，可以考上一啲國立嘅學校。後來唔到潮州以後，其實因為私立團進到國立，唔感覺到學生嘅有變化嘛？有，因為潮州高中嘅學生係就係高中生，平庸嘅學生係就係高職嘅學生，但係我感覺兩邊嘅學生係都覺得一下，嘅變化係睇一定嘅方向，係一個方向可能一定畢業以後一定就愛是條路做工作，一個係一定畢業以後愛升學，所以唔夠高中嘅時間，愛堅持愛注意一定升學需要嘅能力。咁種下地方係咪種初都唔講嘅對國文嘅嗰種興趣啊？會變成因為講考試變成冇。我感覺冇衝突，真是冇衝突。因為考試愛教嘅東西，愛上嘅東西，我一定會上。但係我嘅希望係喺考試會教嘅東西以外，本一定學到考試冇教嘅，不一定該快樂來學國文。從幾時節學硬啲講，其實有週記冇啦，因為佢硬人睇時係話有週記啦。咁從週記嘅話，係咩國文先生來改啊？週記係圖書改，做圖書能可以改。咁幾時有做導師冇？有，我睇平庸冇做圖書，我睇潮州高中有做圖書。咁一般嚟講，其實圖書一改週記嘅話，其實都看生意嚟也好奇，冇也升起嚟做某個事情啊。咁對先生嚟講嘛，也有蠻好改嘅咯。我感覺週記係一個嗰種係一個對話嘅一個對橋嚇，所以學生係一定會將一定下禮拜發生嘅事情，或者一定心地波嘅事情寫喺週記上，或者一定嘅某個問題寫喺週記上，所以我最喜歡改週記。我最喜歡改週記嘅原因係改每本週記以後，我一定要寫幾句話俾學生嘅。愛寫鼓勵嘅話，愛寫讚美嘅話，愛寫祝福嘅話，所以我感覺每擺我寫嗰條鼓勵、讚美、祝福嘅話嘅時節，也係寫俾我自家嘅，所以我改喺週記以後，我會感覺我得到嗰道能量。有部分我唔知咧，怎麼講？我去讚美別人，我寫俾別人嘅鼓勵嘅話，一方面係寫俾自家嘛。錯。比方一定感覺一定尋到方向，我就會對人講唔怕唔可以，俾自家時間，慢慢地會尋到方向，祝福還記得人家夢想係乜嘅。當我寫一道詩嘅時節，唔單止係寫俾伊，也係寫俾我自家。所以每本週記都係我同學生嘅對話，也係同我自家對話。所以我最喜歡改週記。你我相信講，其實嗰種學生係看到伊啲先生按用心去寫嘅伊啲感染嘅地步嘅事情，我相信可能對有啲學生來講嘅話，伊可能下一擺再寫個週記嘅時節，其實我不想我把自家嘅心裡嘅話，真係寫俾我哋先生看咯。錯。
佢種同我哋一開始節目時已經講到講，其實唔夠25年，表示講你後來有退休。錯。佢跟住講，其實過後也工作啊，怎麼會安排到退休呢？也係因為我嘅腳從細係受耳麻痹，我也25年每日上課嘅時間，我還係企都能上課，所以一直到我退休以前，我嘅腳真是會痛，所以我就真是冇辦法，我嘅腳冇辦法幫我再企到教書嘅，所以我就選擇退休。可是對我25年來講，你每年咪其實日前啦，支撐到你去度過也會痛苦嘅一種感覺吼。以前冇感覺痛苦，就會冇感覺痛苦，所以就會堅持。喺我哋我嘅腳會使用過度。我以前上課嘅時間應該坐到上，但係我25年我冇坐到上課，我企到上課。因為我哋講，其實喺人退休以後，又可以試學習新的一個門課樣咯，生命課程。係，佢我用嘅幾年地步會開始接觸到安尼一個課程。我講嘅係生命教育，唔係我退休以後。生命教育係睇2008年嘅時間，我有看到一個廣告。一定係為到高中生來設嘅一個教育生命教育學分嘅時間，我對一個生命教育學分第一個課程佢有興趣，所以我就去修一個學分。你咪同啲觀眾朋友體育小姐下講，生命教育嘅課程以體育嘅學養嘅一種內容。我可以講一個故事。好，有一群學生嘅，一定去問一定嘅先生。一定嘅先生按到蘇格拉底，一定問先生講：老師，乜嘅係快樂？蘇格拉底就講：一定共下來去做一隻船嘅，所以因為要做船嘅，所以一定要去讀書嘅，一定要合作將一啲船嘅做好來。一定合作將一啲船嘅做好來以後，一定就將船嘅送啊到河壩。一定就向下上船，向下撐船嘅，一定睇個撐船嘅時節，一定該歡喜，一定唱歌嘅，一定感受到個風吹過來，一定看到個水個槍，一定看到嘅。蘇格拉底冇回答乜嘅係快樂，但係蘇格拉底真實不一定知乜嘅係快樂，所以生命教育有咧同我哋其他嘅學科該冇共樣嘅，就係生命教育冇考試，但係生命教育就係用學生嘅來做主題，我哋來帶學生嘅來覺察一定嘅生命，並且帶領一定看到一定嘅生命，一定嘅生法。應該愛行向乜嘅方向？佢從安尼，伊個教育帶動我哋嘅高中嘅生活地步，能用嚟進行啊？我有平常應該講，我有一個教學嘅目標，一個我來設計一個課程。我設計一個課程以後，我愛本一定對一個課程中，我希望一定學到乜嘅，所以比方講，一擺嘅奧運，我愛帶一定來思考，一擺嘅奧運做乜嘅要期盼，睇疫情按危險嘅時節，做乜嘅要期盼奧運，也就係我愛本一定思考嘅，所以他一定就會來講做乜嘅要期盼奧運。生命教育帶領一定來思考，做乜要期盼奧運咯？因為每個運動員一定嘅黃金嘅歲月、黃金嘅年齡係有限嘅，係一個奧運係冇期盼，也到運動員一定放喺等4年，因為一定就花喺8年嘅時間咧，人生冇一度係8年。所以，當我哋看到乜嘅係最重要嘅，乜嘅係最有價值嘅事情，我哋就去做嘅最有價值嘅事情。
在生命教育地位也该按到价值抉择。所以我會用一個最實際嘅生活題材來帶伊哋看，睇我哋嘅生活中乜嘢係最有價值咧，我哋就好好去做嘅最有價值嘅。當然，做一個最有價值嘅事情係冇斷巨大嘅風險，但係我哋可以做嘅準備豐富嘅工作係乜嘅？一個就係生命教育。可是我唔單止講對我哋一開始我哋有向先生開始去教外國人講中文啊，講學法，無論講後來嘅各種教書，後來接觸到我哋生命教育，我相信有向先生你像伊講嘅，睇下生命地步，伊選擇最有價值嘅事情嚟做。咁如果感謝我哋有向先生，來讓我聽到同佢講安東亞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平安。